使出嚟扭軚。我哋沿住呢條界攞正，準備拍位。好，停咗，拉手仔。而家望下周圍，睇住。嗱，當個黃色個貼去到第一條界，好啦，咪一路行，一路扭，一路扭，扭晒，咪一路扭，一路扭，兩邊都留意，一路扭，一路扭，一路回踩，架車泊喺中間位。扭翻平，當或者個黃色貼扭到入唔到黃界，好咁得啦，睇下就係呢度。咁啊，上檢查過之後咧，我哋開車小心啦，呢架車唔喐，所以我哋駛翻出嚟扭，一路出。之後去翻中間，阿 Sir 示意我哋左轉，小心車，又要留意人喎。我哋要把握機會出喎，因為呢個時間都幾繁忙。我哋轉呢個彎要急，但係又唔可以過界，要迅速，但唔係要好快嚇。嗱，一路去。留意嗰啲後巴行，望望司機行翻嚟呢個中心位。好，睇手掣。好，九龍金船等埋入波，望左右嘅，一路去，留意路口，一路行，一路行。考官示意我哋繼續直去啊！嗱，個綠線獎出咗啦，我哋一路行。咁啊打右燈嚇，因為前邊我哋要轉線嚇，右轉入去呢個靠背龍道，所以我哋要轉線。留意咗鏡再睇。哦，轉燈啦，入波，順手就望下左鏡，嗱一路前。一路前到過咗呢個彎位，扭軚啦，小心人啊！腳掣擺住喺腳嗰度，一路行，一路向前留意一下，小心路口啦，小心呢個人啊！有啲人係好麻煩嘅，佢喺馬路度行，咁要慢慢過啊，係一路行，一路行。等人啦，睇人啊，睇人啊嚇，睇人，再去留意斑馬線，嗱冇啦，冇人，我哋繼續行。嗱呢條叫做靠背龍道啊，阿 Sir 示意我哋左轉，打左燈，小心車頭遮咗有人啊！嗱我哋慢慢轉啊呢個彎啊，逐啲扭，呢條係落山道。一路轉落山道，跟住右轉嚇嗱，右轉叫尾線同道，打右燈線，望下左邊，望翻過嚟，再望一次，望翻右邊，再望一次，一路向前。嗱呢度咧大概30零公里時速就夠㗎啦，唔好太快啦嚇，因住個手推車慢啲。好，佢得繼續行，跟住人啊，打開車門嚇，好，再去，但係前面個路口右轉嚇，右轉嗱，小心呢個校巴，因住個車頭有人，打右燈，望下左邊，望前，再望翻右邊上，呢條叫做江蘇街，江蘇啊！江蘇街，跟住右轉翻靠背龍道，打右燈，一路出，睇下右，睇下左，再睇右，睇左，咦有機會喎，咁就去啦，係啦，
一路行。嗱，我哋唔好行得太貼啲車，我哋略為靠開多啲中間界啊，係一路行，一路行。呢架大貨車啊，我哋要偷位啊，攞啲左，再攞翻右啊，望下後邊，咁咧就會好啲。慢慢去，因為嗰度窄位啊，再行，因住人啊，因住左邊有個路口。有人過斑馬線，我哋要停啦，慢啲，再慢到停晒，拉手掣，睇人，仲有冇其他？冇啦，去。有人過馬路啊，小心啊！一路行，繼續行。阿 Sir 試我哋要左轉，所以我哋打左燈，慢慢攞埋左邊，得唔得？望下左鏡，繼續行啦，再望鏡，跟住我哋左轉啊，望下右鏡，左轉打左燈，再望右鏡。嗱，呢個彎我哋要扭得好急嘅，又唔能夠太早扭，仲係綠燈。嗱，繼續望下右鏡。嗱，我呢個司機位要出咗呢個位置先至扭，扭係要急喎，跟住就回，靠左轉，打左燈，望下右鏡，再望下右鏡，打手，好轉燈啦，入波，開燈，放手掣，望右鏡。再望右鏡，左轉，小心有人啊！一路跟住中間，呢條叫做常盛街，一路跟住中間，望下後鏡，小心迎面嗰架車，再行。一路上，有時候叫我喺前面學校嗰個牌路停車，打左燈，望鏡，望埋右鏡，適當地方停車啦。好，拉手掣。阿 Sir 叫我安全之下做個斜坡開車，打燈入坡，望下周圍。好，開車望下面，再望。阿 Sir 試我喺前邊啊，喺前邊個路口轉右入去做嗰個三手太掉頭嚇。因為迎面好多車，所以我哋要等一等啦。但又要把握時間轉彎喎，好，轉入嚟，跟住打左燈靠埋一邊。呢個常康街啊，常康街，好就喺度停啦，拉手掣，嚟啦，做個三手太掉頭，1、2、3，望下周圍，橫點手太，盡快扭晒，一路向前，好，睇住嗰個紅色嘅燈上咗去駁，好回軚，一路回。回到白燈喺駁，好扭晒，拉手掣，嚟啦，1、2、3，望下左右，後啦，一路後，留意綠燈上咗駁，跟住回軚，回到黃色個貼，去到個駁邊就停啦，好，拉手掣。嚟啦！打燈入波，手掣望下左右，一路回翻正，左轉啊！我哋左轉一般係跟翻個路嘅彎嘅弧度出，好多車啊！好，拉手掣，我哋要睇準啦，
要把握時間啦。好，有機會啦，嚟啦！把握時間就要出嚇。當然我哋出唔會妨礙人啊，要打燈準備碼頭啦！呢架死車，迎面冇車啦，望鏡睇慢點，打翻左側望下司機，搞翻左下，一路行慢啲，唔好太慢，因為斜落個彎又急。但因住對面有車駛過嚟，我哋一路行，一路行。一路靠左轉啊！哦，轉燈，黃燈，紅燈，我哋要停啦，望鏡，再望，好，停晒。好，轉燈，入波，鬆手掣，望下右鏡，稍為減速，再望下右邊，一路轉。靠左線直去嚇，一路行，紅燈減速，望下左右鏡，好，好，轉燈啦，入波，鬆手掣，望鏡。嗱，我哋過咗呢個燈啊，打右燈啦，靠過右邊，望鏡，再望。小心啊！小心左邊啲車爬頭啊！嚟得好快啊！佢哋噓一聲啊！小心佢啊！好啦，轉過去翻嚟，小心過馬路嘅人，一路轉入嚟。